聂桑云，温姨娘生死未卜，你跟我回去。我没有杀他，我跟你说过。雨轩，我们夫妻死在，为什么这么逼我？本侯说最后一遍，回去。 间谍散，缘尽碎，鸳鸯各自飞。夫君，我诅咒你。 跟我一样，一辈子绝望、痛苦，不得善终。聂桑云，你要干什么？ 妾发出复合，折花门前剧。郎骑竹马兰，绕床弄青梅。14为君妇，休言未尝开。15出战眉，愿同尘与灰。16君远行。 去趟烟雨堆。哎呀，啊！夫人，你醒了！太好了！对，喝药。 这位姑娘，你是木须啊？木什么须？我是您的贴身侍女木须啊，大夫人。大夫人？对啊，您是我们墨月侯府的大夫人啊。夫人，您是不是不喜欢我这个名字啊？ 啊，夫人，你别生气。你要是不喜欢，你就再给我改一个什么芹菜啊、韭菜啊，什么都行。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。不是，这个姑娘，夫人，哎，别这样啊，先起来说话，快，起来。不是你说的这些什么侯府啊、大夫人啊，这些跟我都没关系啊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夫人，你好像变了什么？难不成是坠崖的时候把脑子摔坏了？坠崖？ 是这样。还是疯了。哎，这位姑娘，我看你也挺忙的，我也挺忙的，我先走了啊。侯爷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我就去一小下。 好，不出去就不出去嘛，好好说话呀。我不出去了啊，放心啊。你看啊，咱们呢从长计议一下这个事情哦。
我坠崖了，然后就到了这儿。是。那为什么会坠崖呢？这之前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？我不敢说。有什么不敢说的？这可是您让我说的。说说我的夫君吧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侯爷一心扑在政务上，多半时间也都在政事堂。而且侯爷少年得志，是当朝的左执政，还是京城第一美男子。大人，这是关于东南水患防治一案整理的相关文书，还请大人过目。防治水患，时值汛期，水患爆发次数频繁，受灾百姓生存困难，而赈灾事宜牵涉广，推行慢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早做打算为好。未雨绸缪，确实应该呀。还是宁大人思虑周全。惭愧。对了，大人，我有一不情之请。说，家中有喜，还需告假3日，届时还请大人与诸位同僚前去共饮一杯喜酒。准家，去吧。谢大人。刘大人，刑部急报，城南出现一伙刘匪。刘匪？是。怎么会呢？这么说他是个好官啊。偌大的宁府，窝里连口吃的都没有。这么多好吃的！厉害了吧？嘿。没火。越来越大了，吃顿饭犯不着，我跑。谁把门锁了？开门啊！救命啊！
摔死算了，刚清醒一天就要被火烧死。侯爷，侯爷，这里火势太大，您先回去，我来处理。侯爷，小的们赶到的时候，厨房就已经起火了。照这么烧下去，整个侯府都得烧没了。让人把房拆了。是，拆房。好，准备拆房。里面有人。有人？侯爷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印象最怕火，闪开！不行，闪开！侯爷。跪拜！侯爷，侯爷，大夫人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侯爷，你怎么了？走开！夫人，您拿参茶。哎，墨雪，你知道宁玉轩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成那样了吗？奴婢也不知道。不过奴婢觉得侯爷还是很在意您的，不然也不能冲到火里去救您啊。也是啊，看他凶了吧唧的，还算是有点良心。您今天受了惊吓，还是早些休息吧。奴婢这就去把门锁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，夫人？厨房的门也是被人反锁的。有人要害我。侯爷，您病症又犯了，要不我去请个大夫来？不要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侯爷，您这样用冰水浸泡自己，属于恶治，治不了根的。您这是心病。出去！出去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为何还如此怕火？到底什么时候，我才能战胜心魔？宁宇轩，宁宇轩是我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觉得厨房这个，你快把衣服穿上，我可不是故意看你洗澡的啊。你就算不穿衣服，我也不想看。我数3下，你赶紧把衣服穿上啊。1、2、我回头了啊，可是你。
雨轩，喂，喂，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来，喂，不管了。搞不搞？这回应该搞好了。我怎么还不行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人了。你先坚持。睡着了？喂，睡得还挺像。不管你是不是醒着，我告诉你啊，厨房走水这事是有人故意陷害我。你敢相信厨房的门是反锁的？反锁的！我都惊呆了，居然有人恨我至此。告诉他，不要让我抓到他是谁，否则我一点都不客气。对，钥匙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您怎么样了？何事？昨夜晚些时候，我在火场看到了夫人。聂桑榆是。他去火场干什么呀？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你确定？千真万确。通知所有人去前厅。是。夫人，你一会儿过去了，一定要忍住自己的脾气。为什么要忍？您不知道，现在外面都在疯传，是您点燃了厨房，意图烧死隔壁婉清阁的温姨娘。哼，真是好笑哈！我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放火，为了烧隔壁的房子，有人信吗？奴婢肯定是不信的，但是流言猛如虎，您还是解释一下为好。
放心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怕什么？走。夫人，那个就是温姨娘。温姨娘。大夫人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哦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大夫人，是婉儿自己不小心才这样的，和大夫人没有关系。大夫人，夫人，你忘了你偷摸她一次。哦，对，哎你，我是想问那个，你的伤好点了吗？好了，我已经好了，没事，大夫人，和大夫人没有关系。这件衣服不是我要披的，大夫人，是侯爷给我披的，请大夫人莫要责怪婉儿。我没有想要责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在，就是我不知道。婉儿先告退了。哎，温姨娘，你，夫人，咱们走吧。快把衣服赶紧拿回侯爷房间。是。快去。是。走。大夫人，大夫人。宁轩，你没事了吧？我跟你讲啊，昨天特别凶险，你晕倒了，是我救了你。连个谢谢都不说。聂桑榆，我让你在思过阁静思己过，昨夜你为何私自出现？厨房大火，你得给侯府一个解释。不是，这火就不是我放的呀。那你为何昨夜出现在厨房？我饿了，我找吃的不行。有何证据？没人证明。既然没有证据，本侯想听听你的解释。既然大家都想知道，我就给大家描述一下昨天发生的情况。昨天是这个样子的，那个火呢是从外面烧起来的，但是我是在屋里头的，而且这屋里厨房的门是被反锁的。如果真要是我放的火，那总得有人跟我里应外合才是吧？你们说这人是谁啊？不是奴婢，奴婢昨天晚上一直在思过阁睡觉，管事柳嬷嬷可以作证的。是的。火是亥时烧起来的。刘管家，回侯爷，外院的家仆都有宵禁，全部都在屋内，只是内院的几个一等丫鬟，不归小人管。哪几个是一等丫鬟？一等丫鬟，那就是墨雪、半夏和檀香啊。我们冤枉侯爷，我们冤枉！先起来，不是。哎呀，这放火之人啊，确实有一个疏漏，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就是这个，有人用这把簪子锁上了厨房的门，一个烧焦的簪子还有门锁，证据在此。有人就是要故意加害于我，而且还差点让我丧命。可是大夫人，你怎么知道这根发簪就是锁门锁的东西啊？因为是我在火场找到的呀。这些东西确实是夫人在火场捡到的，鬼白亲眼所见。鬼白的话大家总得信吧，是吧？啊，这簪子已经烧成这样了，又怎么证明这是谁的簪子呢？对啊。其实刚刚呢，我在各位的周围走了一圈，也不是白走的，我就发现啊，这屋子里确实有人身上的味道呢，跟这个簪子留下的特别像，就好像就在前面啊。大夫人，
我家半夏向来忠厚老实，他是不可能放火的。哦，唉，看来还是得凶一点才行。哎，刘管家，如果按照之前我定的家规，该如何家法处置放火之人呢？依照夫人之前制定的家规，下人若有投毒、纵火等恶行，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被大火活活烧死；若是互相包庇，处以同等责罚。大夫人，是我放的火，我家小姐什么都不知道。大夫人，是我，这件事与我家小姐无关，我家小姐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求求你了，大夫人，大夫人，半夏，大夫人，你救我！你不要因为害怕，你就玷污了自己的清白。半夏，昨夜为何要放这把火？奴婢并没有想烧死大夫人的，只是夜里起来的时候看到大夫人在厨房，奴婢心生怨念，奴婢只是想放火吓大夫人的。我真的没想到那个火烧的那么大，我真的没想到。半夏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你为什么要害大夫人？说呀，你为什么要害大夫人？拜大夫人所赐，梅花烙，奴婢厚厚的一个身子就这样被你给毁了，所以心生怨念。先把衣服穿上。你别过来！这真的是我弄的吗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小姐？我是怕连累你，奴婢就贱命一条。何况你是知道的，只要是大夫人发过的下人是不能许以吻药的，是不能的。我怕连累小姐。大夫人，我错怪你了，是我的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来，大夫人，我求求你放过半夏，求你了，大夫人，快起来！求求你了，大夫人，你快起来！聂桑云，你打算如何处置半夏？之前穆许说我做了很多错事，我还不相信呢。我以为魏姨娘，我之前捅了你一刀，对不起啊。半夏，虽然这个火是你放的，但是是我伤害你在先，所以其实该道歉的是我，对不起啊。今天正好大家都在，以前我有什么对不住大家的地方，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赔不是，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。还有那些什么耸人听闻的家规，今天都废了，全都废了，一个都不留。大家以后就不用害怕了。既然大夫人饶恕了半夏，此事到此为止，都回去各自安分守己，别再兴风作浪。
眼下，这肩上的疤，恐怕得用舒痕膏才能治好。什么？走，去买舒痕膏的原料去。刚刚聂桑榆的表现，你觉得如何？夫人机智过人，竟一下找出放火的真凶。不觉得像换了个人吗？不仅性情大变，这次竟然能被自己脱身。以前的聂桑榆可没这个本事啊。要不属下去庙里查看查看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冲撞了夫人？神神鬼鬼的，本侯可不信这一套。要不然去庙里看看。是。侯爷，让婉儿来替你更衣吧。不用，我们不是真正的夫妻。别忘了，等风波过后，我就送你出府。下去吧。小姐，这是我的全部家当啊！自从您来了思过阁，月里被削减很多。您说的那些舒痕膏的材料，咱们根本就没钱买呀。我来宁府4年，做了4年的大夫人，就这么2颗银子。嫁妆，哎，把我的嫁妆拿过来。嫁妆啊！您当年一心要嫁给侯爷，闹得全城沸沸扬扬的，聂老将军差点没被气死。还嫁妆呢，聘礼都没有1分。合着我是倒贴过来的。去把这屋里所有看着像值钱的东西都拿过来啊！快去！还有个匣子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夫人您最宝贵的东西了。啊！哎呀，还挺沉的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我不能傻到连点私房钱都没有。锁上了，钥匙给我。钥匙都是您自己保管的呀。哎呀，钥匙都不给你，看来真是个宝贝啊。夫人，您要干嘛？我给他撬开。夫人，您小心点。好了，看看这个是什么？这……宁玉侯爷，宁宇轩，哦，怎么都是他啊？这些都是夫人视若珍宝的东西，都是侯爷的画像。夫人果然对侯爷一往情深。我的银票呢？我的银子呢？这奴婢也不知道呀。哎呀，大夫人，大夫人，金莲雪小姐在魁星楼设宴，请大夫人出席。谁？金莲雪是侯爷表妹，家道中落，寄住在侯府。哦，对了，就是之前替半夏求情的雪小姐。雪儿给大夫人赔罪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这怎么一见面就开始赔罪呀？大夫人，我这个人一向爱憎分明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是我错怪了您。哎呀，不，还有我的侍女半夏意图放火烧死您，其罪可诛。作为她的主人，我也有责任，还望大夫人恕罪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雪小姐啊，我都已经说过了，之前的事情就过去了，不用再提了。你坐呀，坐嘛。谢谢大夫人。客气客气，你有这份心，我就已经很开心。
开心了，这么素啊？哦，夫人您之前茹素，所以我特意给您教了一桌素菜。哦，对对对，哎，但是我现在改了，我不吃素了，我只吃肉，以后大鱼大肉尽管给我上。啊，半夏快去给大夫人上一桌肉来。谢谢啊。什么声音？聂雨轩。夫人，您忘了，表哥在这办公。哦，他在这。夫人，您把这些画拿出来干嘛呀？这就是我赚钱的办法。这怎么赚钱呀？你没看吗？今天那些小姐们见到宁于轩的眼神有多夸张啊？所以啊，女人都是最喜欢往自己心爱的东西上砸银子的，对吧？对，那我就要把这些画都卖了，把侯爷的画卖了。哎呀，小点声。可是夫人，您对侯爷一往情深啊，这怎么能卖了呢？谁对他一往情深？他现在恨不得早点把我赶出宁府，所以他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。哎，你去跟钱莲雪说，就说咱们明天再去魁星楼。哦。哎呀，想不到我还挺聪明的，这么快就想到赚钱的办法。长得是真好看，可惜了，人面兽心。老大，宁王的夫人出来了。咱们牢里的兄弟能不能营救出来，就靠宁府这位大夫人了。走。哎，姐妹们啊，前一段时间我得了一篇莫玉侯的文集，写的那叫一个好呀！真的假的？是真的啦！看宋小姐，对啊，给我们看看呗，我们都急急不急？等哪天啊，我带出来，让你们每个人都长长眼，写的特别好。就是，小姐，这是聂桑榆，正是。老大，人来了。聂桑榆，你来干什么？这胡阎王不是要来杀人的吧？杀人！听说你们在这里聚众看我的夫君，我们可没有，就是哪好意思？有什么不能承认的？我今天就是来为你们一解相思之苦的。各位姐妹，哎，你们在这里就是为了看我夫君一眼，一守就是一天，这份痴情感天动地呀。所以我今天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样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啊？默许。这就是莫玉侯的画像。是莫玉侯。这是我们侯爷练武的。这个是我们侯爷办案的。各种样式应有尽有，保准你们如见真人。没错，姐妹们。哎呀，这2幅呢都已经被别人买走了，已经买走了。现在只有这1幅画还在手，10两起拍，价高者得。怎么办啊？这也太贵了，这谁买得起啊？唐小姐，哎，你看看清楚啊，这可是玉板纸松烟墨，价钱极高的。而且你们仔细看啊，来，凑近来啊，看看这个画工，侯爷的每一根眉毛、每一根头发，甚至是睫毛，都画得栩栩如生，画工了得，堪称绝版。再者说，这画像有价，侯爷无价呀。3、2。我出30两，我们出50两，50两，50两怎么可能买到侯爷的画像呢？我出80两，太多
宋小姐80两，成交。莫须收钱。哦，你收好啊，收好，慢点，小心啊。夫人，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预定啊？六夫人，没想到你如此大气，和外面那些人说的完全不一样啊！哎，有趣，宁宇轩的夫人竟然用它来挣钱。不是，老大，这个时候了还管这些干什么？他们人都没离开，把他们抄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可以直接接触到宁宇轩的机会，为何不用？少年郎看花微微笑，鸟儿在枝头摇一摇，暖风也追着莺儿跑，等你莞尔一笑，我乐逍遥，心里欢喜却很傲娇，贴近你嘴角往上翘，生活自有千百种纷扰，而此刻与你轻轻笑。好，谢谢，哎，谢谢。哎呀，真是一棵好大的招财树。来，雪小姐，这个是你的。不是，这么多。哎呀，拿着吧，咱们首战告捷，少不了你帮忙。再说了，这一半是你应得的，不用客气。哦，谢谢大夫人。半夏，这肩上的疤，恐怕得用舒痕膏才能治好。桂花15钱，白茯苓10钱，蔷薇花15钱，红花10钱，木槿花10钱。对了，好了。这个就是我说的舒痕膏，涂在伤口处很快就能恢复。真的如此神奇啊？对啊，哎，你还可以涂在脸上，我保证不出几日，这小脸可以嫩得掐出水来。好厉害呀！夫人还会做这样的东西？那可是夫人，你什么时候学的？我以前不会做吗？不会啊。哎，那我以前会做饭吗？你连厨房在哪儿都不知道。夫人真是深藏不露，好厉害。不会做饭，也不会。哎呀，算了，不管，咱们赶紧把这个盛出来，然后拿给半夏去。你跟他说，早晚各1次，涂在疤痕处，这样子我保证不出7天，肯定见效。您费这么大心思收集了这些药材，就是为给半夏做的啊？这么好的东西，就给一个婢女啊？总归她的伤是因为我而起的嘛，而且，她又是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，万一这背上要是落了疤，我得自责一辈子的。怎么了？奴婢就是觉得您真的变了好多啊！以前您可不会这么考虑下人的感受。哎，我早就不是原来的聂桑榆了，我都说了我要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的。夫人真好，好的还在后头呢。我们现在首要的目标就是抓紧赚钱，赚钱。都有啊！来，一个一个来啊！那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了，这幅是侯爷在练剑，看到没有？栩栩如生啊！30两啊，30两。哎，还有这幅，那这幅呢是侯爷在喝茶。就是啊，仔细看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强大！那王小姐这张给你啊，给钱啊，收好啊。来，这张给你，给钱啊。怎么了？你找我啊？外面这些人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你不是把我关在思过阁了吗？人家不放心我，就过来看看呀。你说我这个人缘这么好，也不好意思拒绝人家是吧？
凭你在京中的名声，他们会来看你。对啊，怎么你不相信啊？你要是不相信，我把他们叫过来好了。哎，芳芳、草草、花花，过来看侯爷啦！参见侯爷。侯爷，来人呐，把他们带走。这是为何呀？侯爷睡眼惺忪，听着。没事没事啊，下次再来啊，不着急啊，我也去看看。聂桑榆，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是吗？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？胆大包天，敢拿本侯爷来赚钱！这什么呀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鬼白，陈使刘尚书2小姐协同王家3小姐偷偷潜入后院偷看侯爷看书，收银20两。50，黄小姐并宋小姐偷看侯爷在练武场，默许收银50两。这些都是大夫人的丫鬟，默许交代。你们是不是跟踪我啊？一共收了多少钱？目前已知一共325两。我的银子怎么在你这儿？全部充公。侯府从即日起开始戒严，外人一律不许入内。不行，这是我的血汗钱，你不能拿。哎呀，不是，你看啊，这个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好好说话，那个5分。我好歹自己画的画，要不46。37也行，那就28，不能再多了。出去。不是，19也行。滚！喂，无情大坏蛋，小气鬼！夫人不好了，夫人不好了！我知道鬼白把钱都抢走了，夫人钱全都没有了。我是没想到他居然做的那么绝。是啊，夫人，刚刚我家小姐愿出500两银子，买一次与侯爷吃饭的机会。500两，跟侯爷吃饭？真的假的呀？姑娘是不是有什么顾虑？3日后，我家小姐在魁星楼设宴，还希望侯爷大驾光临。你没听错吧？我绝对没听错。我就说吧，天无绝人之路啊。可是侯爷会听您的话，他会去吗？死马当活马医，我自有办法。啊，真的？哼，没想到你还有点利用价值。好剑，法，真不错啊，夫君，真不错。哎，夫君，我跟你说个事呗。啊，李大夫说呢，我常做一些之前做过的事情，有助于恢复我的记忆。他们讲我经常之前在魁星楼看你吃饭啊，我一想正好啊，这是个机会啊，说不定我们再去一趟，我就什么都想起来了呢。啊，我今天正式跟你说一声，我已经在魁星楼订好店了，3天之后你就跟我一块儿去。不去。为什么？不是你让我找回记忆的吗？为什么现在不去了？让你找回记忆干什么呀？让你重新变回那个四处挑衅、嚣张跋扈的聂桑榆。
我现在都已经……你现在这样痴痴傻傻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谁嚣张跋扈？谁痴痴傻傻？你说谁呢？哎，你懂不懂尊重人？我还没说完话呢。哎，你说你去不去啊？我不去。你不管用啊！不管用啊！夫君，之前都怪我太任性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不必说不必，我知道都是我的错。这是我亲手为你熬制的银耳莲子羹，你尝尝。你是手臂乏了？我给你揉揉。这羹我花了1夜熬制，昨晚一夜未合眼，你真的不尝尝吗？你是不是忘了呀？我从来不喝你做的任何东西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忍。为了500两，我什么都可以忍。我忍。夫君，那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之所以想让你去，是因为我说不出口，是因为有一个女孩一直苦苦恋着你，爱你爱到病入膏肓，她现在再见不到你就晚了。你真想让我去啊？滚！鬼白，10丈之内，我不想再看到他。有点东西啊。我们自己拿回去喝。夫人，你这做的也太好喝了吧？好喝，下次再给你做。宁雨轩他是没这个福分。哎呀，你说他这个人真是软硬不吃啊！怎么才能让他去魁星楼？哎，他有什么爱好没有？爱好？侯爷除了剿匪，好像是没什么爱好了。真是无趣。那他就没有什么在乎的？鬼白，侯爷走哪儿都带着鬼白，吃饭、剿匪、去衙门，两个人每天形影不离的。对呀，哎，我们就把鬼白给绑到魁星楼，然后他不就过去了？可是鬼白武功高强，能够让夫人绑啊？对啊，我把这个事给忘了。哎呀，那他怎么能去呢？这天底下就没有能打动他的事情，就没有他在乎的事情。皇上之前御赐给侯爷一匹西域进贡的汗血宝马，侯爷倒是蛮喜欢的。什么？汗血宝马？马我牵走了，到魁星楼见我，不然杀马吃肉。以为这样就能威胁得了我？谁都知道，侯爷从来不受人威胁。你说这聂桑榆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魁星楼呢？可能想与侯爷求和。侯爷去哪？魁星楼，带上弓箭手，现在出发。对付大夫人不至于此。哎
啊？夫人啊，您怎么断定侯爷一定会来啊？而且，咱们牵了他的马，这也太儿戏了吧？你想啊，以宁玉轩的性格，我这么3番5次的去骚扰他，他能不烦吗？我这就叫反其道而行之。宁夫人，哎呀，高小姐吧？高小姐一看就是气质非凡、出手阔绰之人，能花500两银子包下这么大一个场子，就为吃顿饭，大气啊！大气！侯爷英姿勃发，小女子早就倾心不已。今日小聚，也只是为了能和侯爷共享佳肴。哎呀，千万别紧张啊！一会儿他来，你就说你是我的朋友，好吧？好。侯爷还没来吗？来了。夫君，你来啦！高小姐，这位就是我的夫君了。夫君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倾慕你已久的高小姐。我才是花钱买和宁大人吃饭的人。谢谢啊，宁夫人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不是我叫他来的。你就是那个阿郎吧？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少废话，拿下宁狗，上！玉轩早有防备。鬼白，侯爷，鬼白，我要活的。是。可以走了，走，哎，走。宁狗，叫你的人把剑放下，放下！宁轩，救我！宁轩，救我！救我！你。怎么，连你自己夫人的命都不顾了？啊！少废话你！宁轩，快救我！此女子飞扬跋扈，叫得侯府天翻地覆。你杀了她，我还得感谢你。宁轩，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人命关天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快救我！你见过本侯平日里开过玩笑吗？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你今天绝对逃不了。真的，果然是莫雨侯，这么狠心，为达目的不惜杀妻。不信你可以试试看。
其余的人，给我追！前面没路了，人应该就在里面。进去搜。大人，除了寺中藏经阁以外，其他地方都没有。藏经阁是。带路。阿弥陀佛，施主止步。了然，师傅。施主见谅。此处乃本寺藏经阁，非本寺弟子一律不得入内。寺院的规矩，本侯还是知道的。但是刚刚有一伙贼人偷偷潜入寺庙，为了诸位师傅的安全，还请行个方便。且慢，藏经阁乃本寺重地，自有轮值僧人把守，未曾见的贼人，施主还是另寻他处去吧。好，本侯去别处瞧瞧。宁宇轩，思维，这回带这么多人，你的性格我还是了解的，借也不说话。我在街上巡查，恰好看到你从酒楼追凶，幸亏我来得及时，不然你可要惹大麻烦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红塔寺是皇家寺庙，擅闯可是杀头之罪。既然是皇家寺庙，那些茶帮余孽更不能在这里为非作歹。剿匪乃是国事，并非你的家事。英雄，你是茶帮的仇人，但更是朝廷的左执政。办事不要冲动。行了，一起回城吧，省得落人口实。那个林执政正等着抓你把柄呢。我在门口等你啊。走。了然，师傅，本侯打扰了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鬼白，找几个脸生的弟兄，盯着周围。是。